繼續來看高雄大寮區一個舞廳，今仔日透早，警方在展開稽查時，佇咧塗骹發現那像是毒品的物件，不過現場煞無人要承認，所以警方就把現場的200多人攏總帶回去驗尿，其中嘛查到講有21個人是失聯的移工，而且還有一個是通緝犯。警察甲舞廳內面的人攏帶去警備車，所有人攏被載回去警局驗尿。高雄市林園分局、甲高雄市毒防局、消防局，還有內政部移民署等單位，16透早去大寮區一間舞廳聯合稽查。不過警察入去舞廳時陣，看到有敢若是毒品的物件，互人帶咧塗骹。前往大寮區大寮路某舞廳執行聯合稽查，針對現場人員身份查驗及檢查場所，員警於舞池及現場角落有查獲毒品咖啡包、K 他命香菸、不明藥劑及 K 盤等證物。這個舞廳的燈光、桌啊、椅啊、燈設備攏正潮，佇咧現場的差不多攏是移工，不過無人承認毒品是伊個，所以甲現場200多人全部攏帶回去，其中有21個是過期居留的失聯移工，還有一個早期通緝犯。現場200餘人帶回林園分局進行身份查證、製作筆錄及採集尿液送驗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關程序後，已請移民署依法釋出。警方講會繼續對轄區內擁有治安問題甲毒品犯罪高風險場所，結合相關單位無定期進行聯合稽查甲臨檢，防止毒品危害。這邊查到的21個失聯移工，會依請移民署依法處理。早期通緝犯是移送高雄地檢署歸案。記者綜合報。